有4個科學有助客觀咁確認護身符嘅年齡，而唔係靠個人信仰。3. 用科學原理去揾護身符嘅年齡，有好多重要嘅方面，有助於令護身符嘅研究同評估更加準確同可靠。如下：1. 準確性； 2. 可靠嘅技術。用熱發光等科學技術氮氧可以準確確定護身符嘅年齡。第3，定量分析可以測量物質嘅光發射或衰變量，令到可以進行系統性嘅年齡評估。兩個驗證使用科學嘅證明，有助於將護身符嘅年齡同身體特質同現有資料比較，嚟證明佢嘅真實性，防止假冒。可以用科學技術去檢查同確認廣告上係正版嘅護身符嘅真偽。3. 理解歷史背景，考古分析，按科學分年齡，有助於理解當時護身符嘅歷史背景，例如佢嘅創作同使用。研究文化趨勢，可以研究護身符創作嗰陣嘅藝術同文化發展。第4，教育同傳播。4. 創造新知識，用科學嚟確定年齡，有助於創造有關護身符同佢嘅歷史背景嘅新知識。傳播資訊，有助於向社會傳播有關護身符嘅準確同可靠資訊。兩個結論：用科學原理嚟確定護身符嘅年齡，唔單止有助於證明佢哋嘅真實性同準確性，亦都對以系統同可靠嘅方式研究同保存古代物品有用。